今日過嚟睇呢件屋，因為琴日帶客戶過嚟睇啊，客戶叫我俾啲準確數據俾佢，到底呢條巷係咪真係有3米巷？出邊呢度8米樓房，呢條巷咧就係3米到。其實我自己覺得佢係得2米8左右嘅，3米零幾啊。呢個位置咧就倫教參涌村附近，好多倫教人應該知㗎啦。我哋入去睇下呢隻戶型先。入到嚟之後，入戶呢度有一個天階，大門口呢度向東，呢個入廳門口向南，正正標配啊！3層建築面積，總佔地咧101方，基底呢度咧大概有80幾方基底㗎啦。1樓咧就廚房同埋廳嘅一個佈局嘅啫，2、3樓咧係有房間嘅。我哋以前嘅設計風格咧，2樓通常有個偏廳，偏廳可以過買房，陽台係夠嘅，3樓有大陽台，2、3樓一共有3間房間。呢間屋咧首付30萬到，月供大概5000蚊左右。但係睇翻啲裝修風格咧，就應該要花多20、30萬去裝修㗎啦。有一定嘅樓齡，睇呢啲磚嘅話咧，就知道9幾年嘅磚㗎啦。但係以前呢啲風格咧係有錢人起嘅，所以地基咧係冇問題。有興趣嘅話咧，可以過嚟睇睇佢啦。